佩洛西来台湾了后，中国大动作起无空，2号半暝扩大军机规模。那伫咧北部、西南、东南海空域做联合海空演训，嘛要伫咧台湾海峡进行火力实弹射击。东部海峡卖组织相当火力气象。这一次联合军事行动是针对美和台当局在台湾问题上的危险举动所采取的必要举措。国防部嘛公布，包括潜载战机、潜载战机、各通信对抗机和电侦机，拢总立在驾出中国军机进入咱台湾的西南空域，共款去国军广播紧赶走，和防空飞弹对抗。不过中国嘛，佫一摆讲苏凯35飞过台海中线，国防部煞无承认。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的手段，可以充分的掌握台海周边的海空域动态，也有决心、有能力、有信心来确保国家安全。不过，共军嘛宣布，佩洛西离开台湾了后，对伫咧台湾真济海空域的所在进行3天的实弹军演，并对阿强用武力甲咱台湾吓惊。国防部强调，已经做好监控，会加强戒备，守护国家安全。我是吴依璇，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